啦。去美國去得太耐啦，所以名我係聽過啊。早知跟你痛別離，痴心的我被你當作兒戲。好啦，2026年1月19號係我哋嘅好友阿 Ling 係美國翻嚟錄佢嘅人生第一隻原創作品《痛別離》嘅錄音日。咁呢度多謝晒我哋1900嘅兩位才子，幫我哋做到隻咁靚嘅歌，同埋我哋成班台前幕後幫阿 Ling 一齊打咗呢個兄弟姊妹。我哋稍後時間就錄音啦，祝我哋阿 Ling 今晚呢隻《痛別離》錄得圓滿成功，順順利利，加油！姜雲妮小姐《痛別離》錄音，而家準備開始，出發，Go！而家係下晝嘅時分之後6個鐘之後嘅夜晚，我哋喺度恭喜我哋姜雲妮小姐首隻原創個人單曲順利殺青，乾杯！